今日同大家去分享關於我哋嘅破財嘅。咁我上星期就批咗一個八字，我一嚟呢就批呢個命主破財，但係呢個命主堅決否認。好啦，唔緊要，繼續我有我講解釋之下，原來佢同佢嘅未婚妻，因為佢已經求咗婚噶啦，分咗手，佢呢就好傷心。批八字就係咁樣，明明現在正處於一個破財嘅運程。但係我嘅客戶經常都會反饋話自己冇破財。冇錯，各位同學，如果你嘅五行流通係正確嘅，請你唔好自己懷疑自己嘅判斷同埋專業。有可能你嘅表達同埋對方嘅諗法唔係喺同一個水平線上面噶。第一，你所諗嘅財同埋客戶，即係對方心入邊所諗嘅財，其實係有出入噶。八字嘅財可以代表好多東西。除咗財產之外，佢仲可以代表我哋嘅機會、男仔嘅桃花、感情、父親、丈夫嘅母親，即係我哋嘅家婆等等。第二，我哋從事嘅職業性質唔同，所以破財運程唔一定都會呈現出破財。對於朝九晚六領取固定薪金嘅上班族嚟講，破財唔一定就係財產損失，所以佢哋唔會一定感覺到自己係破財噶。但係對於從事金融要跑數出佣金嘅人嚟講，絕對係好明顯噶。拜拜。